大家好啊！今日天氣真係焗到不得了，一出門口就成身汗。喺呢種濕笠嘅季節入面，大家嘅胃口係咪都跟住變差咗？俗語有講，夏天食瓜，冬天食菜，呢啲都係老一輩留低嘅養生智慧。所以今日我又嚟同大家分享一道超簡單、清爽又夠味嘅家常菜，就係濃湯節瓜粉絲。今日我哋再加啲料，用濃郁嘅蝦湯做湯底。而成道菜鮮到攬攬脷，而且做法非常簡單，十幾分鐘就可以輕鬆整好一鑊，保證你同屋企人食得好好舒服。首先我哋嚟數下今日需要用到嘅食材，主角肯定就係節瓜啦。而家街市到處都有得賣，平又抵食。如果你買到嘅係比較粗壯嘅大條節瓜，咁一條就足夠。如果係細細條嘅細節瓜，就準備2條。跟住就係蝦，大家喺屋企整呢道菜。而真係唔使特登去買貴價嘅大海蝦，街市有咩蝦就買咩，就算係急凍蝦仁、基圍蝦都完全冇問題，有咩用咩就得，千祈唔好自己設限。不過今日用呢4隻大蝦有個好處，就係蝦頭特別大一陣，我哋可以將蝦頭切落嚟，爆出一鑊超級鮮美嘅紅色蝦油濃湯，呢個味道簡直就係成道菜嘅靈魂。之後仲要準備1小塊生薑，同埋大約10克左右嘅乾蝦米。而蝦米我已經提前用清水浸軟咗一陣，用嚟提鮮。最後就係粉絲，我用嘅係濃口粉絲，大概20克就夠。呢款粉絲真係好正，純綠豆整嘅。升糖慢食得飽之餘，熱糖又唔會飆升得太厲害，對身體特別好，尤其適合需要控糖嘅朋友。就算係有血糖問題嘅朋友都可以放心食。就算你冇大蝦都唔使擔心。用普通細蝦米或者淨係海米都可以整，只係有大蝦嘅話，味道會更加濃郁。跟住落嚟，我哋開始做準備功夫。首先將生薑切成幾片，節瓜同薑真係天生一對，一陣落啲薑入去，可以好好中和節瓜嘅寒涼屬性。跟住就係處理節瓜皮，其實我哋可以用刀喺瓜面輕輕刮走表層啲細毛，但老實講，用刀刮真係比較慢，而且新手亦都唔太容易掌握。所以我建議大家直接用刨皮刀，刨皮薄薄，刨走外層層皮就得，不單止速度快，仲完全唔會浪費瓜肉。刨完皮之後，你會見到瓜面仲帶住一層淡淡嘅淺綠色，唔使理佢，咁樣炆出嚟嘅節瓜賣相反而會更加靚，更加吸引。順便提一提大家，節瓜表面支細毛接觸到皮膚，可能會令皮膚痕癢。如果係皮膚容易敏感嘅朋友，最好戴手套操作。刨好皮之後，將節瓜拎去水龍頭度沖洗乾淨，再用廚房紙巾吸乾表面水分，一陣切嘅時候就唔會跣手。我哋將節瓜頭尾切走少少，唔要再將成條瓜切成片。切片嘅時候要切得厚少少，大約1厘米左右。之後再將呢啲瓜片切成粗條。切粗條嘅好處就係炆煮嘅時候容易熟透，同時又可以保留節瓜本身軟糯嘅口感，而食起身仲有肉質感添。大家可以好似我咁，切一塊之後，用食指喺後面頂住，向前推咁樣切條，又快又整齊。當然你亦都可以按照自己嘅習慣去切，最緊要注意安全，唔好整親隻手。就得切好嘅節瓜條同薑片一齊整齊擺喺碟度備用，一陣操作起身就會順手好多，唔會手忙腳亂，亦都唔會漏咗嘢。趁住呢段空檔，我哋嚟浸粉絲，搵一隻細碗，放1小束粉絲入去。倒入凍水慢慢浸。如果屋企人特別中意食粉絲，放多啲亦都冇問題。我自己就中意浸一陣，只要粉絲變軟就得，千祈唔好用滾燙嘅熱水去浸。如果唔係，粉絲一陣落鑊炆煮，好容易煮到爛晒，完全冇晒彈性。而家我哋嚟處理呢幾隻大蝦，將蝦頭同蝦殼剝落嚟，擺喺細盒入面。呢啲淨濃湯嘅極品材料，千祈唔好掉。而剩低嘅蝦肉，我哋用一支牙籤喺蝦背中間位置輕輕吉入去，向上挑起，順勢將入面黑色嘅蝦腸扯出嚟。做好呢一步，一陣食蝦肉嘅時候就唔會有沙沙嘅質感，而食起身乾淨又衛生。食材全部處理好之後，正式開火啦。首先將鑊燒滾，見到鑊底微微有少少煙冒出嘅時候，倒入少許食用油，跟住兜一轉鑊，讓油均勻沾滿鑊壁。對於屋企常用嘅鐵鍋嚟講，呢個熱鍋冷油嘅做法，可以形成一層天然嘅保護層，一陣煎嘢就唔容易黐鑊。等到油溫升高，見到鑊面有熱氣升起，就將啱先剝低嘅蝦頭同蝦殼全部倒落鑊，
即刻聽到黐啦一聲濃郁嘅蝦香味，瞬間就彌漫成間屋。呢個時候轉中火慢慢翻炒，一邊用鍋鏟用力按壓蝦頭。點解要按壓蝦頭呢？因為蝦頭入面藏住最精華嘅蝦膏，透過擠壓可以將金黃色嘅蝦膏同蝦油全部逼出嚟，同鑊入面嘅熱油融合埋一齊炒下，你會見到鑊入面嘅油變成靚靚嘅橘紅色，呢個就係純正嘅蝦油。等到蝦殼完全變紅變脆，飄出陣陣香濃嘅烤蝦味，就沿住鑊邊淋少少紹興酒辟腥，之後再倒入適量清水，用滾水或者冷水都得。用滾水嘅話，煮嘅速度會快啲，水量唔使太多，啱啱浸過蝦頭同蝦殼就得。因為我哋今日要整嘅係味道濃郁嘅蝦龍湯，如果水索得太多，味道就會被沖淡。開大火將水煲滾之後，繼續用大火滾煮大約5分鐘。順便同大家分享一個小技巧，平時煮魚湯、蝦湯呢一類海鮮濃湯滾煮嘅時間，千祈唔好超過45分鐘。如果煮得太耐，海鮮入面嘅鮮味物質反而會流失湯底，甚至會變腥、色澤變暗。所以一般大火滾幾分鐘，最鮮嘅味道就已經完全釋放出嚟，唔使花長時間去熬煮。我平時比較貪方便，為咗令蝦頭嘅精華徹底融入湯入面，我會將個鑊微微側起，讓所有湯汁集中喺蝦頭呢一邊，猛火滾煮，咁樣效率更高，蝦湯亦都會更加濃郁。5分鐘一到就關火，將鑊入面嘅湯汁倒出嚟，用密漏篩隔走所有蝦殼同蝦頭。大家睇下，隔出嚟呢碗蝦湯色澤金黃，表面仲浮住一層薄薄嘅蝦油，聞落鮮香撲鼻。一陣用佢嚟炆節瓜，味道真係無可匹敵。隔好湯之後，直接用返啱先呢隻鑊就得，唔使洗鑊。因為鑊底仲殘留住煎蝦頭嘅香氣，繼續用味道會更香。呢個都係我哋懶人煮嘢嘅小竅門。再次將鑊燒熱，再落少少油。首先放啱先切好嘅薑片，轉中火，慢慢將薑片嘅香味爆出嚟。聞到薑香之後，就將啱先處理好嘅大蝦肉倒落鑊。我哋先將蝦肉煎一煎，將蝦肉兩面煎到微微轉紅，外表定型就得。呢個時候蝦肉其實仲未完全熟透，大概得5、6成熟。將佢盛起，放喺一旁備用。點解要先將蝦肉盛出嚟呢？因為如果蝦肉跟住節瓜一直炆煮，煮嘅時間太長，蝦肉就會縮水變柴，食起身好似罩膠一樣，完全冇晒爽透嘅口感。所以先將蝦肉煎香，等到臨出鍋之前再落返去，咁樣蝦肉既可以吸收湯汁味道，又可以保持最佳嘅爽脆口感。將大蝦肉盛起之後，鑊入面唔使再加新油，直接將啱先浸好嘅蝦米倒落鑊。用中小火慢慢爆炒蝦米，要將蝦米炒到身乾，表面微微焦黃，咁樣先可以將蝦米獨有嘅鹹鮮同乾香徹底激發。炒香之後，同樣沿住鑊邊淋少少酒，酒精揮發嘅同時，蝦米嘅香氣會變得更加濃郁。跟住順勢將切好嘅節瓜條全部倒落鑊，開大火快速翻炒。我哋要令每一條節瓜都均勻沾滿鑊入面嘅蝦米油同酒香，炒到節瓜微微變軟，邊緣呈現半透明嘅狀態。點解要將節瓜切成條呢？因為條狀嘅食材受熱面積更大，不單止容易熟透，炒嘅時候亦都更容易吸味。如果切成大件去炆，雖然好適合煲湯，但用嚟整呢種快手炆菜，好難短時間內入味。炒得差唔多嘅時候，再喺鑊邊淋一小勺酒，輕輕翻炒幾下。整呢道菜其實唔需要落太多雜七雜八嘅調味料，因為食材本身已經足夠鮮甜。調味越簡單，反而越能突出食材本身嘅原汁原味。跟住落嚟，將啱先隔好嘅金黃色龍蝦湯倒落鑊，湯汁倒落嘅一瞬間，鑊面發出陣陣滋滋聲，原本青綠色嘅節瓜瞬間被金黃色嘅濃湯包圍，睇到都令人食慾大增。我哋將火力調到大中火，將湯汁再次煲滾，之後冚上鑊蓋，轉中小火慢慢炆煮。炆煮時間大約需要10到15分鐘，具體就要睇你切嘅節瓜條粗幼，同埋你個人中意嘅軟腍程度。大家炆煮中途可以打開鑊蓋，試下節瓜嘅軟硬。一般炆到第10分鐘左右，節瓜就已經開始變軟。呢個時候，將啱先煎到半熟嘅大蝦肉重新倒返入鑊，同節瓜一齊繼續炆煮，讓蝦肉喺最後呢幾分鐘入面充分吸收節瓜嘅清甜同蝦米嘅鹹鮮。同時蝦肉入面嘅肉汁亦都會融入濃湯當中，令湯底嘅味道層次更加豐富。等到第12或者15分鐘左右，揭開鑊蓋，
你會見到節瓜已經完全燜到軟彈通透，呈現出靚靚嘅半透明質感。呢個時候，將啱先浸軟嘅粉絲撈起，直接平鋪喺鑊入面嘅節瓜同大蝦上面。如果覺得粉絲太長，一陣食嘅時候唔太好夾，可以用廚房剪喺粉絲中間剪兩剪，將粉絲剪短，食起身就會順暢好多。之後用筷子或者鍋鏟，輕輕將粉絲同底下嘅節瓜大蝦撈勻，讓粉絲完全浸喺金黃色嘅濃湯入面，粉絲就好似乾水嘅海綿一樣，好快就會瘋狂吸收鑊入面嘅蝦湯精華。你會見到鑊入面嘅湯汁肉眼可見地變小，而粉絲就變得晶瑩剔透，泛住淡淡嘅金黃色光澤。呢個動作一定要快手，撈勻之後撒上少許鹽做最後調味，再用鍋鏟兜勻幾下，令鹽分分布均勻，就可以關火上碟啦。大家睇下呢碟濃湯節瓜大蝦粉絲就整好啦，成道菜嘅色彩搭配非常靚。節瓜帶住淡淡嘅嫩綠色大蝦紅白相間，格外吸引，而吸飽湯汁嘅粉絲就晶瑩剔透。輕輕夾起一嗦些粉絲放入口，粉絲保留住綠豆粉獨有嘅煙韌口感，每一條都沾滿濃郁嘅蝦湯，鮮甜味道喺舌尖散開。再咬一啖，節瓜炆得軟彈無比，一啖就化開，滿口都係節瓜本身嘅清甜同濃濃嘅蝦米香。至於大蝦肉就更加唔使講，因為最後先落鑊。火候控制得剛剛好，食起身緊實彈牙，鮮甜無比。呢道菜最值得稱讚嘅地方就係不單止好食，而且非常健康，因為粉絲係綠豆製作，升糖指數低、飽腹感強。而對於擔心血糖升高或者正在控制體重嘅朋友嚟講，簡直就係理想嘅主食替代。你甚至可以唔食米飯，淨係食呢一碟都得。入面有膳食纖維，有優質嘅蝦肉蛋白質，再加低升糖嘅澱粉，營養全面又均衡。食完飽肚之餘，身體亦都唔會有任何負擔。今日同大家分享呢道家常美食就到呢度，做法真係好簡單，唔需要高超廚藝，而只要跟住步驟做，任何人喺屋企都可以整出酒樓水準嘅濃湯。希望大家鍾意呢道充滿煙火氣息嘅家常菜。如果覺得呢個分享對你有幫助，不妨點個讚同埋關注支持一下，亦都可以分享俾身邊鍾意煮嘢食嘅朋友。多謝各位收看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